宋小姐，哎，对了，露露，你看见我表妹了吗？没看见少夫人啊？那少爷回来了吗？少爷也没有回来。我知道了，你忙吧。哎，苏妍希，你问一下顾西城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 2、3，输了，3比1了，呸！俩进去啊！你好了，下来。你好了，行。又输了，哥。 回家了？嘛去？哎，你演灰姑娘啊？回家了？这么早走？回去造人啊？你们玩啊？哎，真走了？喂，真走了？没劲！我们家顾少怎么变成顾家好男人了呢？来，过去。小嫂子挺牛掰呀，居然连顾少爷都管得住。 怎么能让顾西城讨厌我呢？他对我那么好，我真的不忍心让他失望难过。可是，我要不按照贺锦熙说的做，就再也看不见妈妈了。我好想妈妈呀！贺锦熙现在应该已经成功了吧？ 这么早回来？嗯？来吧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。 西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怎么在我房间啊？哦，我房间的水龙头坏了，我打电话给我表妹，是我表妹让我来的。干什么呀？苏妍希，你放手！滚出去！你简直是个疯子！滚！顾西城，顾西城，你个王八蛋！你给我滚死！你敢这样对我！
怎么办？看来我已经打草惊蛇了，我得想想其他办法。贺锦熙，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我今天忙了一天，先洗澡准备睡觉去了。你站住！你让我早点回来，你自己到现在才回来，你什么意思？刚才你那个表姐到我们的房间来洗澡，她说是你让她来的，这是我们的房间，是我们的空间，你怎么能让别人进来洗澡呢？他刚才进来洗澡了。那你们两个人有没有？你当我是谁？要不是她是你表姐，我绝对饶不了她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下一次，不对，没有下一次了。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他来我房间了。你就是这么认错的？对不起，全都是我的错，都怪我，全是我不好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